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咗油麻地食半自助午餐，最平38蚊，已經包埋自助區嘅沙律、水果、湯、糖水同埋白飯或者三色飯任裝。另外有飲品同埋即磨咖啡。呢度係一間致力為長者提供就業機會嘅社會企業餐廳，而且每間分店都各有特色。我哋今日就嚟呢間試下。相信講到呢度，大家都估到我哋去邊度食半自助午餐。如果唔知唔緊要，片尾再同大家分享餐廳資料同埋路線。自助區有三色飯、白飯、番薯、花生、腐竹雞蛋、糖水、飯粥、素湯，好靚喎啲車厘茄，係好美味喎，好靚喎真係。沙律區有啲沙律菜，好靚嘅車厘茄，同埋有啲橙、西蘭花、沙律薯蓉、薯仔。因為而家已經12點幾啊，呢度11點開始啊，所以有啲食物要等佢 refill。飲品區有菊花茶、薏米水、羅漢果茶，又有普洱茶同埋咖啡，全部都係免費任飲。好聚精會神咁揀緊食咩，因為都的確好多選擇。我哋片尾會同大家講下啲餐有啲乜嘢選擇。最平38蚊就有交易啦，仲包埋出面嘅自助區，第一時間畢個養生湯，養生一下。薏米水、羅漢果、cheese、是日例湯係素湯，有少許嘅紅蘿蔔味。是日例湯係抗疫養生湯，有雪梨、馬蹄、沙參、紅蘿蔔、羅漢果。前菜落咗少少沙律菜，好靚嘅車厘茄，同埋薯仔沙律。新鮮的沙律菜，而且咬落去嗦嗦聲，非常脆，新鮮，薯仔都唔錯。大大粒車厘茄，好靚啊個車厘茄。車厘茄好大粒。係啊，車厘茄好食。係啊，新鮮，咬落去爆汁。試下呢度最平嘅午餐，番茄蛋38蚊，試下三色飯，有啲蛋有啲鮮番茄，呢個送飯一流。而且佢唔係稀嘅，番茄蛋配上三色飯。哦，啲蛋好甜喎，幾好味喎。係咪酸酸甜甜咁啊？嗯，開胃。番茄都好大件，番茄也甜，38蚊抵啊！淨係呢個飯都抵啦，仲要加埋出面自助區喎，仲有飲品，即磨咖啡都有啊！我都試下先。淨係呢個都已經可以送到呢一碟飯。你試下個番茄，真係甜甜酸酸啦，好開胃啊！好快就可以食晒呢一個飯。不過啲飯咧就好似硬咗少少，即係如果有啲長者唔中意食硬飯嘅咧，咁呢個三色飯就唔啱佢食。但係我哋中意食比較硬身啲嘅飯，同埋呢度仲有軟餐嘅。咁我哋喺片尾咧就會介紹下呢度有啲午餐有啲乜嘢嘅餐可以嗌，種類都好多啊！因為我哋今次得2個人嚟食，只可以點到2款餸俾大家睇。下次有機會再同啲朋友嚟食，可以介紹多啲款式。新鮮熱辣、即叫即蒸嘅蟲草花雲耳蒸雞，頭先阿姐姐送嚟，都辣晒手啊！叫我哋小心啲食啊！而家出晒煙㗎。新鮮熱辣，即刻試下先。隻雞蒸得啱啱好，有少許嘅雞味。係，哇，好多，係啊，好大。追加嘅點心有鳳爪，18蚊嘅呢個鳳爪，估唔到有咁多喎，我以為得半份㗎咋。呢個鳳爪抵食，我都試下個雞先。呢個似係雞腿斬出嚟嘅，我覺得呢個雞幾好味喎，佢唔會過鹹，整得啱啱好。同埋我唔知啊，呢個係咪雞腿斬出嚟啊？我覺得好滑。恭喜喎！呢度啲嘢食真係夠味，但又唔會過濃。試下個鳳爪，大籠，哇，肥美，大隻啊！肥美大隻，夠味。
真係好抵嘅，啲龍鳳爪18蚊咋，目測都有6隻。熱辣辣蝦餃，大大粒，18蚊2粒。新鮮的蝦，不過蝦餃嘅皮咧就偏厚啦，但係都唔錯啊，夠大隻。跟住我哋見到隔離台啊，叫一個番茄蛋，然後喺出面攞一個西蘭花，有菜有餸有湯有糖水有飲品，都只係38蚊，真係超抵啊！腐竹雞蛋糖水，好多腐竹啊！淡淡的腐竹雞蛋糖水，不是太甜。健康水果有 Encore 嘅車厘茄，加添咗嘅橙，同埋有啲橙。車厘茄頭先試咗啦，卜卜脆大大粒，好味道。試下個橙甜唔甜啊？哇，個橙非常甜，真係㗎？不過有少少乾，哦，唔係太濕。試下先。係喎，個橙真係好甜喎，不錯不錯。我都係喜歡食車厘茄。卜卜脆，食埋呢一個卜卜脆嘅車厘茄，圓滿結束咗我哋呢一餐超級抵食嘅半自助午餐。我哋今日食咗142蚊，提提大家，午市因為樂悠卡有85折，如果12.3之前埋單就有75折。午市用餐時間90分鐘，姐姐話係落單開始計，唔係入座計。落咗單就可以出去自助區攞嘢食。如果朋友未到，都可以坐住等，但當然啦，唔可以坐太耐先點餐㗎。呢度人手落單，午餐選擇都有好多，38蚊起，分別有豬、牛、羊、無激素蛋、家禽、魚、即炒粉麵飯、缽仔飯、素食、有機菜、碎餐，為有咀嚼困難人士而設，亦有提供軟餐，長者半價。80歲或以上人士免費，有需要嘅朋友可以與店員查詢。另外有5款點心可以追加，每款18蚊，午市免收加一服務費。憑用餐單據購買烘焙產品可減10蚊，只限油麻地店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下個餐牌。午市營業時間上午11點至下午3點，早茶7點半至10點半。早茶提供免費養生健康特飲，任添任飲，奇妙點心。即叫即蒸，有分有數，豐儉隨喜。名茶每位1蚊，蝦餃燒賣逐粒點，每粒9蚊，長者專享85折。晚市民歌表演，每晚6點至9點。樂悠卡顧客可以2蚊換領特定菜式1份，2至4位可換1份，5至8位可換2份。晚市另收加一服務費。原來全單點素食可享7-8折，有機會都試下嚟呢度食素。嚟呢度搭地鐵，油麻地站 C 出口出嚟右邊方向直行，行5分鐘左右會見到第一個平安大樓入口，繼續向前行多一陣，見到第二個平安大樓入口，入去搭 lift 上1樓，但記住3號 lift 係去唔到1樓㗎，或者可以行樓梯上去。出 lift 右手邊就係呢間銀杏館。社會企業銀杏館一直致力於策動長者就業，藉着經營餐廳、餐飲到會、食品製作同埋零食等等，為冇經濟或者心理需要嘅長者提供合適嘅工作待遇，等佢哋可以樂享豐盛者其年。我覺得呢度食物質素合格以上，而且健康冇味精，真係稱得上價廉物美、豐儉隨喜。我哋都會繼續分享不同食店，有興趣嘅朋友請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旁邊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一部影片。最重要係分享我哋嘅影片，感謝支持。今次就分享到呢度先，拜拜。